各位街坊，我係廢佬。平時去旅行，你係咪嗰種當地人食乜我食乜嘅勇士呢？好多人覺得淨係食街邊檔先算地膽，但廢佬今日要潑盆冷水。街頭美食有時真係用條命搏返嚟㗎。你以為食緊嘅係煙火氣，其實係生化武器。今集講個恐怖嘅真人真事，聽完之後，下次你喺路邊攤見到嗰啲冇遮冇掩嘅嘢食，你可能會將隻手縮返嚟。故事要由一個25歲嘅美國後生仔 Jared 講起。2022年，佢同個 friend Ryan 去印度德里旅行。呢兩個人係兩個極端。Ryan 係保命派，去旅行帶埋淨水片、電解質，仲發誓唔可以剝皮煮熟或者親手撕包裝嘅嘢食就絕對唔食。Jared 就係玩命派，喺度嘲笑 Ryan 細膽，覺得旅行就應該要豁出去，完全當 Ryan 嘅警告係耳邊風。第4日夜晚 ，Ryan 因為腸胃唔舒服喺酒店休息。Jared 就一個人去咗當地著名嘅夜市掃街，佢被一個賣 Pani Puri 脆球餅嘅攤位吸引住。個老闆全程冇戴手套㗎，用手指公直接篤穿個脆波，塞滿餡料，再不一殼桶入面嘅羅望子水，嗰桶水冇自來水，得一隻唔知幾多人用過嘅長柄湯殼，同埋老闆嗰對未消毒過嘅手。Jared 覺得呢啲先係正嘢，一口氣食咗8個，仲覺得係人間美味啊！但佢唔知嗰種水係用受污染嘅當地自來水調製嘅。入面藏住好多豬肉絛蟲嘅微小蟲卵，蟲卵喺佢個胃入面孵化，穿透腸壁進入血液，順住頸動脈轉入佢嘅大腦皮層寄居。最變態嘅係，幼蟲會分泌化學物質壓制免疫反應，就好似熄咗身體個報警器咁。所以 Jared 返美國之後頭1個月係完全冇事，仲笑 Ryan 太細膽添。直到第44日，終於出事啦。Jared 喺停車場突然癲癇大發作，倒地抽搐，仲咬穿自己條脷。磁力共振顯示佢大腦左右半球有30幾個白色斑點，每個囊腫入面都住咗生勾勾嘅幼蟲，確診為神經囊蟲病。醫生話俾 Jared 聽一個絕望嘅事實：呢啲蟲係靠死嚟殺你㗎。啲蟲生存嗰陣會扮嘢，一旦死亡，免疫系統偵測到屍體就會引發劇烈炎症，導致大腦嚴重水腫。醫生唔敢一次過殺死所有蟲，因為驚引發腦散致死，只可以打持久戰。Jared 經歷咗8個月嘅噩夢，發作咗7次癲癇，冇咗車牌同份工，大腦留低永久性鈣化疤痕，下半世都要靠藥物控制。而同行嘅 Ryan 因為堅持飲樽裝水平安無事，所以勇氣同魯莽只係一線之差。衛生落後嘅地方，路邊攤開嘅涼菜、大桶湯汁、生水同冰，千祈唔好掂，唔好為咗一時口腹之欲，用自己嘅大腦去餵蟲啊！我係廢佬，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嗰啲準備去旅行嘅朋友。我哋下期見。各位街坊，你哋係咪以為只要足夠雪凍同燒熟，食咩奇奇怪怪嘅肉都冇問題呢？如果係，請你一定要聽下廢佬今集分享呢單由一嚿冰凍野味引發嘅集體肌肉生蟲慘案。呢件事發生喺2022年嘅美國南達科他州，有個大家族搞家族聚會，其中有個親戚係獵人嚟嘅，之前去加拿大打獵就攞咗隻黑熊嘅肉返嚟俾大家開心 share。呢位獵人其實好有手尾㗎，一早問定當地嘅盜獵專家點樣處理先安全。專家拍晒心口話好簡單㗎咋，放落街用雪櫃冰格凍佢45日，咩寄生蟲都死晒啦。呢家人好聽話，真係照做足晒，以為100%安全就開爐開 party barbecue 啦。點知呢個就係噩夢嘅開始。街坊你諗下，紅肉隻顏色深到好似紅木咁樣，燒熟定未熟根本睇唔出，完全冇平時牛扒嗰種粉紅色嚟提示你。結果肉串一離火，大家就一啖咬落去，有啲肉其實根本未熟透。過咗2日，有人開始肚痛、肚屙、嘔吐，大家都以為係普通食物中毒咋。開頭冇人去睇醫生，過一陣頂順咗，症狀消退咗，大家就各自各返屋企啦。其實呢個時候啲寄生蟲已經入咗血，啲蟲喺條腸度交配完，生咗成千上萬條幼蟲，順住血液爬去全身嘅肌肉入面。過咗3個星期，第2波爆發嚟啦。個29歲後生仔最慘，塊面腫到對眼都擘唔大，仲發高燒，全身上下每一條肌肉都痛到好似俾人斬咁樣㗎。佢前後去睇醫生睇咗4次，住咗2次院，班醫生揾嚟揾去都唔知咩事，因為驗血報告亂晒龍，啲肌肉酶指標高到嚇死人。咁醫生一開始仲以為佢係自體免疫病或者血癌啦，搞咗成17日都揾唔到病因。最後去到第2次住院，終於有位醫生醒目，問佢最近食過啲乜。後生仔一講食咗紅肉，醫生一聽當堂醒晒，先至確定係中咗旋母蟲。呢種野味寄生蟲極度變態，佢入到你肌肉，會將你肌肉細胞重新改造，變成佢哋嘅護養細胞，仲會自己生埋血管出嚟吸你血，喺入面住足幾年。最慘係一旦佢哋起好個膠原蛋白保護牆，食抗蟲藥都好難殺得死佢哋。所以啲手尾長到肌肉痛分分鐘跟一世嘅。不過最詭異嘅係，成個家族有6個人中招，當中有2個人根本從來冇食過一啖紅肉，佢哋純粹係驚野味，所以淨係攞咗同一個爐上面燒嘅蔬菜嚟食。點知咁都中埋招，肌肉一樣生滿蟲。點解？因為啲菜同舊新紅肉擺埋同一個盤，用同一隻夾，造成交叉感染，真係避得過初一，避唔過15。連食條菜都俾蟲咬，
你話冤唔冤枉先？所以廢佬我話齋，政府平時幫你驗豬肉，成個系統就話安全啫，呢啲嘢尾真係冇人管噶。豬肉嘅蟲擺冰格會死，紅肉嘅蟲係耐寒噶。事後實驗室攞翻啲淨肉出嚟解凍，啲蟲凍咗15個星期，都仲生猛喐喐下。大家千祈唔好以為自己好聰明，去旅行見到奇奇怪怪嘅野生動物，真係要諗下先好擺落口，唔使為咗一時口腹之欲，搞到成身都係蟲啦。我係廢佬，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 like 同 share，我哋下期見。喂，各位街坊，收工返屋企，阿媽同你講，成日做到咁夜，煲咗湯俾你啊，係咪即刻覺得成個心都暖晒？咪住，今日廢佬我就要冒住俾阿媽鬧嘅風險，同大家揭開一個殘酷真相。你以為飲緊嘅係愛心老火湯，分分鐘係催命湯啊！唔係嚇你喎。台灣有位47歲嘅女士，不嬲身體幾好，但係成日飲一類湯水，結果突然間腦出血送院，最後救唔返。醫生事後分析，佢長期飲嘅係咩湯？係用大量肉類內臟熬成嘅濃白高嘌呤老火湯，飲足幾年，血壓高咗都唔知，血管日積月累受損，最後咪爆血管咯。你以為呢啲係個別事件啊？浙江有個40歲男人，因為懷念細個嘅味道，連續7日去街邊檔飲貢丸湯。你諗住貢丸湯清清地冇乜嘢啦，點知飲完膝頭痛到要坐輪椅，去醫院一驗，肌酸酐超標4倍，腎絲球過濾率得返5%，即係末期腎病，尿毒症啊！醫生直頭話貢丸湯、大骨湯呢類睇落好清淡嘅龍肉湯，嘌呤濃度係原始食材嘅幾倍，飲一碗等於食幾碗肉。你腎功能本來就麻麻地，仲日日飲，即係同自己對腎過唔去。我哋香港人煲湯出名世界級，但正正係呢種煲得愈耐愈補嘅觀念害死人啊！第一個陷阱，老火肉湯，豬骨雞腳煲3-4個鐘，嘌呤完全溶晒落湯，飲落肚尿酸飆升，痛風腎病排住隊等你。第二個陷阱係超鹹湯，好多湯水煲完縮水，一煲得返幾碗，鹽分濃縮晒，飲一碗等於食幾餐嘅鈉，長期高血壓，腎衰竭，唔係講笑嘅。第三個陷阱，藥材亂放，唔係人人啱飲煲湯。你血壓高就唔好日日飲當歸北芪，補血補氣，但谷到血壓爆標。有營養師直頭講過，湯水嘅營養其實大部分仲喺嚿肉度。你飲嗰碗水主要係脂肪、鹽同嘌呤，你以為飲緊精華，其實飲緊三高濃縮液咋。講明先，廢佬唔係叫大家唔好飲湯，係要識揀識飲，想飲得安心，記住3樣嘢：第一，肉類煲湯前先飛水，去除部分嘌呤；第二，煲湯唔好超過2個鐘，唔係越耐越補嘅；第三，尿酸高、血壓高嘅朋友，飲湯唔好飲尾水，飲頭一轉湯，少肉少內臟。湯水係廣東人嘅根，阿媽嘅愛心冇得代替，但係愛佢就唔好害佢。下次阿媽叫你飲湯，你可以同佢講：阿媽，不如我哋飲少啲老火，飲多啲滾湯，一樣咁好味嘅。你屋企係咪都係冇湯不歡嘅？你覺得飲湯健唔健康？留言話我知，覺得資訊實用就記得 share 俾親友，最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身體要緊，我哋下集見。各位廢佬廢噏嘅街坊，你而家朝早起身刷牙，拎起支牙膏，有冇睇下後邊成分表寫住個氟化物啊？定係你根本冇理？總之有譜，刷完啲牙白雪雪就得咧。如果我話你知呢種由細到大話可以防止蛀牙嘅化學物質，原來喺唔少科學研究入邊同毒物幾乎畫上等號，甚至話會影響小朋友個腦發展，降低 IQ， 你信唔信？冇錯，我講緊嘅就係氟化物，英文叫 fluoride。呢單嘢其實爭議咗幾十年，但好似冇乜人認真講。今日我就同大家八下，點解有專家話呢樣嘢係溫水煮蛙，靜靜雞影響緊我哋健康。首先，氟化物喺邊度嚟？最大來源就係我哋日日用嘅自來水。美國有近70%供水係加咗氟，話用嚟防蛀牙。但好搞笑，02年已有數據話加氟同唔加氟嘅地區，小朋友蛀牙率根本冇明顯分別，即係話效果成疑，但風險就跟咗身。點解話有風險？因為氟化物嘅物質安全數據表係將佢列為吞食、吸入及皮膚接觸均有害嘅物質，仲話處理時要戴安全眼鏡同手套。有資料話氟化物嘅毒性比鉛更強，只係比砒霜輕少少咋。哇，咁嘅嘢我哋日日擺入口刷牙吞落肚。更驚嚇嘅係佢唔止喺水同牙膏，因為農藥冰晶石含有鋁氟化物，啲菜如果冇徹底洗乾淨，殘留量可以係加氟水嘅180倍。仲有啊，機械去骨嘅雞肉、用意結鑊煮嘅餸，甚至手術麻醉藥都可能含有氟化物，即係話你想避都好難避得清。咁中咗氟化物毒有咩後果？研究列出一大堆：急性中毒、出生缺陷、骨關節炎、骨癌同子宮癌等等，睇到都頭暈。所以點解歐洲大部分國家，好似德國、法國、瑞典、荷蘭、日本等等，一早已經拒絕或者禁止喺食水加氟，人哋就係驚呢種長期累積嘅風險，反而我哋好似當咗佢係必需品。好啦，聽到呢度可能你心都寒埋，咁我點算好？係咪已經中毒深重呢？
廢佬，我喺樓下 comment 度會分享下一啲自然療法界流傳嘅排忽方法，大家睇住先，參考下。廢佬，我講咁多並唔係想製造恐慌。事實上，氟化物對牙齒嘅保護作用同佢潛在嘅健康風險喺科學界仍然有爭議。我嘅態度係知情，然後自己選擇。尤其係有小朋友嘅家庭，真係要留意多啲。有哈佛研究指氟化物可能同兒童智商下降有關，呢樣嘢可大可小。我哋細個冇得揀，但係而家資訊流通，至少可以為下一代做個更明智嘅選擇啦。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你哋又會唔會即刻去睇下支牙膏成分呢？留言話我知，記住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我哋下集再見。喂，各位豪痴，收一收手，最近仲敢唔敢拍生蠔？我廢佬睇完啲新聞，成個背脊涼浸浸。3星期94個人，全部因為食生蠔中咗諾如病毒。文華東方、黃竹坑 The Southside 高級餐廳全部上榜。你以為5星級酒店實冇事？錯啦！8個市民喺文華東方快船廊食完自助餐，生蠔海鮮落肚，25至75個鐘之後，個個又屙又嘔又發燒。另一邊廂黃竹坑 Chef's Cut 5個食客都係食完生蠔中招，14個鐘後開始肚痛到飆冷汗。衛生防護中心徐樂堅醫生個樣窿到呢，話1月得4單，2月第一週彈到27單，88%係諾如病毒，全部同生蠔有關。呢個唔係巧合，係災難級爆發啦！點解生蠔咁大鑊？聽清楚，蠔係濾食動物，佢哋一日過濾幾百公升海水，食晒水裏邊嘅微生物，水入邊有諾如病毒，病毒就喺蠔嘅腸腺濃縮，濃度可以高過海水100倍。你啪嗰陣以為食緊海洋牛奶，其實係食緊病毒濃縮精華。仲要醫生話越新鮮越危險，因為你越早食，病毒仲未死得切，全部新鮮滾熱辣送入口。講到呢度，實有人話我落檸檬汁、落辣椒仔、拌乾葱紅酒醋，殺晒菌啊！真係天真。醫生講到明，酒精搓手亦都殺唔死諾如病毒。你滴幾滴檸檬汁就諗住消毒，唔好玩啊！呢隻病毒要80度以上煮30秒先會死，你啲生蠔都未煮熟，點殺？仲有一個迷思，好多人以為貴蠔、名牌蠔、法國同蠔實冇事，錯。病毒唔分貴賤，只要你養蠔嘅水域受污染，就算係幾百蚊一隻嘅特級蠔，一樣可以令你疾足3日。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彤就話賣得就係安全，我廢佬就話佢哋梗係咁講，你唔賣點做生意？但係事實係韓國蠔近5年先大量入口，出事嘅多數係呢批，業界自己都承認，政府係咪要諗下加強抽檢？究竟問題嘅源頭發生喺邊度？會唔會係水域嘅問題？即係話嗰啲蠔本身已經帶有病毒。講開又講，你哋究竟知唔知咩係諾如病毒？諾如病毒屬於杯狀病毒科，係無包膜 RNA 病毒，好易引發急性腸胃炎，主要經受污染嘅食物同水傳播。生蠔就係高危食物，呢款病毒傳染性極高。雖然話按體質感染後1至3日通常會自行康復，但係連高級食府都出事，咁究竟仲食唔食得生蠔煮呢？雖然食蠔係享受，但如果好似賭命咁你第一食之前自己諗一諗啦。中意食蠔嘅街坊，你哋有咩好建議？留言話我知。覺得資訊實用就記得 share 俾親友，最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我哋下集見，拜拜。喂，各位街坊，今晚買餸之前呢，聽我廢佬講幾句。內地又爆毒蔬菜啦，繼之前毒番薯咁大單，今次輪到湖北省天門市嘅蔬菜基地。央視記者直踩入去，發現成塊田一浸攻鼻化學味，地下擺滿10幾個農藥袋，上面寫住黑白威，大大隻字標明限制使用。你知唔知黑白威係咩料呢？呢隻藥國家2024年已經全面禁產禁售，劇毒級別，成人只要掂到0.08克就可以致命啊！0.08克，即半粒米咁大，你話驚唔驚？最恐怖嘅係呢隻藥有內吸性。即係話你唔係洗菜洗得乾唔乾淨嘅問題，佢係成棵菜由根吸上嚟，滲入晒啲葉莖果實入邊。你點浸點洗點菜，毒素都仲喺個菜入邊。你食菜等於食毒。記者問當地村民：呢塊田啲菜你哋自己食唔食？村民直情擰頭話：我哋唔敢食啊！涉事農戶仲要口輕輕辯稱落藥係怕人偷菜啊！你驚人偷就落毒藥，咩邏輯嚟㗎？呢塊地承包咗2年，咁以前嘅菜去咗邊呢？官方話今次嗰批仲未上市，但之前嗰2年呢，流入咗街市味，有冇運過嚟香港？冇人答到你。我廢佬唔係想嚇大家，但呢件事反映出幾個現實。第一，國家雖然禁咗，但地下渠道依然有得賣，監管有等於冇。第二，違法成本太低，捉到最多全換調查，菜照種，錢照賺。第三，你喺街市買餸，邊個會話你知棵菜邊度嚟？有冇落過禁藥先？咁香港人點自保？衛生署話要浸水1個鐘，要焯菜倒水，要徹底煮熟。但對於黑白威呢類內吸毒，專家都話清洗作用有限。你話係咪令人好灰呢？廢佬，我有幾個辦法，唔係100% guarantee，但係至少買個心安。第一，避開超平價蔬菜，成本都唔夠，仲要運嚟香港，你估佢會用好嘢？第二，幫襯有信譽嘅檔口，最好係本地有機或標明產地來源。第三，盡量揀合時瓜菜，反季節又靚到識發光嗰啲，自己諗下點種出嚟啦。
最後最直接嘅方法，幫襯本地菜。香港仲有唔少本地農場，貴少少，但起碼你知塊田喺邊，農夫係邊個。呢單嘢唔係叫你唔食菜，而係叫你醒水。你食落肚嘅嘢，冇人會幫你緊張過你自己。買餸之前停一停，諗一諗，唔好貪平貪靚，分分鐘慳咗幾蚊，賠埋條命。你仲敢唔敢亂買內地菜？你買餸有咩自保秘技？留言話我知。覺得資訊實用就記得 share 俾親友，最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我哋下集再吹過，拜拜。